大家好，蓝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晚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恁的好朋友喜团。感谢主今日真欢喜，喜团今日来到三芝，要来访问到杨永生兄弟。杨永生兄弟是伫去年伫咱石牌教会来设立归入真耶稣教会。咱即马请杨兄弟和咱空中的这些听众朋友来问安，来请好。哈利路亚，大家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这就是杨兄弟的这个美好的声音。我请问杨兄弟，请问你是台北人吗？我会使讲台北人，台北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所在。我的真正故乡伫台湾省的屏东县。哦，迄你做南边的呢？迄嘛是拢较热的所在哦。是。就是为南边的屏东，来到北部的这个台北，即马拢伫台北咧生活啦，是。喜团想要问杨兄弟讲，你还未信主进前，你毋知你的信仰是对一款的信仰在我还未信耶稣进前，我是一个无信的。无信论者，论者，就是无相信神就对啊，拢完全袂去依靠神的，袂去倚靠神的，袂，是，谁拢会安尼呢？你感觉拢完全拢爱靠家己就对啊？我就认为靠家己就足强啊，是，较毋免靠神啦，是，安尼，是。伫24岁的时阵甲阮太太结婚以后熟悉丈母娘啊，知影丈母娘是迄个屏东古老真耶稣教会虔诚信仰者，所以你的丈母，你的丈母就是屏东古老教会即真虔诚的一个信者，是。安尼表示你的太太嘛是咱的真耶稣教会信者。我的太太自细汉就有信仰，安尼不时甲我传福音互我，因为希望你嘛做伙来信耶稣啦。是，你当时敢有要接受？问题我都拢听袂入去。我认为讲应该是世间无神啦。我袂去信迄啦。是。然后你人生有发生啥物大代志无？等到一直到我29岁的时阵就是结婚5年了。我坐朋友的车伫高速公路发生车祸。伫高速公路发生车祸，通常拢真严重哦。迄届真严重。是。车祸发生以后我算讲跌伫迄个车内底啦。该当受伤的人警察拢叫伊病院啦。就是发生车祸发生了，有人报警嘛，所以警察就来现场处理。是。该受伤的就拢送去病院啊。对，其中有2个死亡的。现场死亡哦。嘛送去太平间的款。是。安尼。你咧？我伫车内啊。你伫车内？袂顶袂动啦。算业掉的啊。嘿啦。嘛无法度刷叮当啊。嘿啦，我的手也断去啦，粉碎性骨折。手也断去。骹有哪断去啦？哇，骹也断去。锁骨嘛断去。鞭仔骨嘛断30。安尼算足严重的车祸就是安尼。因为安尼警察已经绝望啊。
因为你超过你也长安尼话，应该是规区拢会啊，吼。嘿啦，啊，规区会哦，啊，佫袂顶袂动，警察认为讲已经无效啊啦。哦，所以警察就先救遐有机会、有希望的，先送去病院，啊死的送去太平间，啊然后就要来处理这业地遐袂顶袂动的。是啊嘛想讲已经要放弃啊，因为嘛无效啊。应该是无效啊啦。啊，结果等伊解救了以后，回头看我，啊有佫在喘气。哦，还佫咧喘气。嘿，吼，这个时间哦，才想着讲啊，既然在喘气，咱甲救者啦。吼，啊，怎啊甲救去迄个婚姻哦。吼，啊，心理病院啊。吼，伫婚姻的心理病院。嘿，啊去到遐的时阵哦，我已经拢毋知影。拢毋知人啊。嘿，毋知人啊。吼，安尼。是。啊，经过这个代志哦，我认为讲足神奇的啦。嘿，安怎神奇？啊，算讲流血流到遐尔济，啊受伤遐尔重。是。啊，两个车内朋友哦，也无伤着啥，啊弄着就死啊。哦，弄着就死啊。啊，我倒伫遐拢也袂死啦。吼，安尼。是。啊，结果阮太太迄当阵就讲哦，讲伊平常时啊伫石北教会伫聚会啦。是。丈母娘哦，伫屏东鼓楼伫聚会，拢有伫替我祈祷啦。哦，安尼。是。我听下以后哦，认为足含的啦。足含，你感觉含这有啥物关系？应该是我命好，命大吼。连线袂，线路连袂起来。连袂起来。啊，结果哦，啊，就即个情形过了后，迄个骹算讲哦。受伤介严重啦，是啊，三间大型病院哦，我有去看，检查了拢认为讲哦，无救啊啦。好，啊，这个骹哦，等于拢作废啊啦。啊，其中哦，永民病院啊，台北荣总吼，荣总嘿，啊，伊迄是主任嘛。哦，一个主任医生甲你讲。三军总院的哦，三军总院的嘛是曹主任，自我细汉的时阵看我大汉的。哦，安尼。哦，啊，仁爱病院哦是全台湾哦，指电波哦权威啦。哦，这三个检查以后，拢异口同声甲我讲哦，一定爱记牢，对我的帮助较大。对，啊无吼，亲像迄小儿麻痹安尼哦，一直啊排一支骹哦，拢也无路用啊。无人用，等到早一日用意志来行路，安尼对你人生较有帮助。对。啊，但是这三间拢做权威哦。嘿。哦，你讲台北的荣总。吼，啊，三军总院，啊，个仁爱病院，这三间用讲是台湾当时，包括今嘛嘛是吼，用讲是上权威诶，这个医生咧。啊，我认为讲这三间病院哦，医生在诊断的哦是正确的，是正确。我嘛是决定要记骹。但是我看你骹个低咧，甲即摆个低咧啊。啊，所以当阵你决定要记骹。迄当阵我足沮丧的。足沮丧。我甚至于。甲阮太太咧讲，我即世人扣甲无效啦，因为减一支骹就残废啊嘛，你变废人啊，你嫁互别人啦，安尼哦，我甘愿甲你离婚啦，无条件啦，哦，嘿，只要吼你嫁一个好翁哦，莫甲阮三个囡仔孤独，安尼就好啊。哦，所以当阵你嘛下定决心讲，要离开啊，要离开啊，吼。我认为讲这世人无效啦。是，安尼讲起来，你嘛是一个做有责任感的这个查甫人咧。结果是安怎？想要到讲，就等啊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年通的时间哦，人甲我介绍。叫我去做迄个民俗疗法推拿。小等一下，但是你进前讲，你已经决定要甲切掉安尼。怎无进行？拄好我一个朋友啦，伫咧阳明病院做迄个中医师啦。做中医师。伊来甲我看的时阵是奉劝我莫记掉啦。好，伊甲进前三个病院的即个医生的讲法拢无共哦。伊讲你记掉就无骹啦。你记掉就无回头路啊嘛。你若骹留条的将来3年5年无一定当时有药啊，还是有迄个手术，会当甲你治疗你骹还佫治的还佫有希望。所以当时即个建议变做足关键的哦。是。所以就影响到你迄个决定。所以你就决定讲安尼要留落来看卖。我像听伊的话，拢留落来。
吼，啊，讲起来真正真奇妙吼。过来吼，就安尼拖到差不多年头的时阵。年头的时阵。人家介绍去民俗疗法遐推拿，我想讲西医既然要救我的脚，是去中医看卖嘛是无要紧，民俗疗法嘛无要紧，是死马做活马医啊，结果坐去遐，迄老师傅甲我懵懵的讲，你这2个月就挺好行路啊啦。敢有可能？我听者我讲这喊嘛啦，小喊嘛啦，可能是安骗钱啦，江湖术士啦。无仪器，也无啥，你敢若用懵懵的安尼就讲，懵懵的就知影啊，哪有可能啦？嘿，结果我的朋友就劝我讲，你着当作这互人骗去啊，2个月也无偌济钱啊啦。是你若无我来甲你出啦。我讲毋免啦，我即个钱还佫有诶啦。是。我着继续，等2个月过3工诶时阵，真正脚拢会行路啊。哦，安尼遮奇妙。着想袂到讲安尼，我心内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这是安怎？明明该当死诶无死，该当爱记卡也无记。安尼我的太太就甲我讲是。伊伫石牌啊教会甲妈妈伫迄个屏东古老教会伫平常时啊拢甲我祈祷啦，安尼啦。是，我嘛是听袂入去啦。是，嘿啦。因为无度连接起来吼，就感觉讲你伫屏东古老教会祈祷，丈夫伫遐祈祷，太太伫石牌教会祈祷，我甲我这吼，我拄找到一个会当帮我瞧的拳头师傅。这有啥物关系呢？对，咱无法度连接啦，所以共款嘛连袂起来。感觉这是家己好运。等到脚豆豆好起来以后，太太去买菜路林，看到一间店要搬人啦。要搬人。我讲。伊怎讲也无当作你逐工上班咯，哪运动安尼啦？是，都行出来上班，佫行定安尼。迄当阵会当行路啊？迄当阵我厝2支拐啊。厝2支拐啊，但是会当行路。对，才会使拜安尼啦。太太好意啦，都当作福建安尼就对啊。算讲我哪有看到希望啊啦？我着搁较艰苦嘛，无要紧啦。是。我啥？开始在做生意，甲迄间店搬落来。做生意的时阵，拢也无钱啊，钱拢开了啊。是。已经在伫我迄个受伤的过程中已经卖一间厝啊。为着要治病，所以甲一间厝卖掉。搁家庭的生活，算讲有3个囡仔嘛，爱食牛奶粉，爱上课安尼啦。是啊。结果迄当阵生活介困难啦。怎四界借钱来开这间店，我嘛足珍惜的，足认真拍拼。结果就有影生意足歹的。生意无好。甲阮某讲安尼无法度呢。趁的连租金都付袂出来，要安怎做啦？叫太太讲无我来开剃头店啦。将一半这间店换做2间啦。一间店面甲换做2间。一边来做剃头的，一边做小刷的，出租的小刷的。这个情形拄好拍的病啊啦。安尼来做就拍的病。较轻松啊。较轻松啊。奇怪，逐礼拜拜六生意刚好的时阵，太太就失踪啊啦。我讲你是来。毋知咧创啥啦？是啊。伊讲，伊去教会迄当阵无啥愿意讲，甲我讲足清楚的啦。因为你会反对。我反对。你反对，但是伊足虔诚的，所以你拢坚持拜六、安息日，伊拢要去教会来敬拜神。伊就失踪啊啦。但是拜六所生意上好的时阵，所以你感觉都是经济都强要拍袂过啊！你搁要休困。我迄当阵当需要趁钱嘛，是，想讲有当时每一个月学生拢会检查头毛，拜一上课就爱检查，人拜六礼拜拢爱剃头啊。是，拜六
阮的铁路店就关起来，无开。啊，剩我一边啦，开小煞店，安尼。啊，我就讲，啊，你拜六是袂使讲无去教会哦。啊，太太坚持拢爱去啦，安尼啦。我原来为着即个代志哦，心情哦无啥愧我啦，哦会发脾气啦。是。啊，伊嘛是照常啊。哦，逐礼拜嘛是去教会安尼啦。介奇妙代志就是啊，过差不多2外2年，哦。阮家己逼到，互生活逼到，就爱家己爱换一个所在来租厝。迄当阵满世界去找厝哦来租袂着。租袂着。时机歹。时机歹。大家哦，拢咧卖无爱租啦。所以时机歹的时阵，人要卖厝，无爱租厝。嘿。啊，所以你想要租厝，所以租无位。租无的时阵哦，我怎啊甲太太讲，也无安尼啦。咱就来买一间啊！好，啊买比租搁较艰苦呢。嘿，啊太太讲你咧起笑啊！哦，啊就租袂起啊！租无啊，搁买厝安尼啦。我讲啊，就逼着啊，咱就爱拼看卖。爱拼。我讲你遐偌济钱啊？太太甲我讲5万啦。是。啊，我知影5万块哪有可能买厝啦？太太就想法是安尼，我讲无要紧啦，咱甲屏东即间店面哦。卖掉，迄当阵台北买店面，迄当阵差不多差不多135万嘛。哦，市价才有135万。啊，我阵啊用定金5万块，甲太太还有5万摕来做定金。是。定落去以后哦，啊，屏东的厝哦，介顺利就卖去啊。甲卖去。啊，我卖95万尔。哦，安尼算赔售诶。赔售。哦，因为咱急要处理嘛，吼，啊，所以红台这一定是爱有诶安尼哦。啊，我就是足需要一间店面诶啦。是。啊，怎啊足顺？原来算讲即个代志处理了以后，介顺利啦。介顺利。哦，尽啊完成啊，啊有家己诶店面啊，我就足认真拍拼。是。奇怪呢，搬去遐哦，离偌远啦，门牌33号到55号啊，我行啊加起来，中咱间咱厝哦，差不多安尼，较无100公尺。啊，我生意好差不多3倍以上啦。3倍以上。都比本来要未搬过来这边安尼好3倍以上。我嘛是唔知影什么情形啦。啊。旧厝遐共租诶，到即摆买遮，我是拢平平啦，拢安尼，共款认真咧做啦。共款认真。啊嘛无特别安怎？啊是安怎来到遮，生意会遮好啦。是。啊我嘛是想无讲不出所以然来啊。但是感觉家己做幸运诶安尼。是。啊结果啊，着时间一直过，啊太太嘛是不时咧甲我讲啊，想要。叫我来教会啦，啊，我是完全拢听袂入去啦。是。啊，迄当阵拄啊石牌教会有一个吴执事啊。吼，一个吴执事。啊，知影可能知影我超个受伤哦，拄啊开店哦，生意也无介好，所以来关心。来关心啊，先煞哦，甲阮交关一个剃一个头。剃一个头。啊，先煞看到我传一个福音互我啦。要介绍这个福音，传福音互你。啊，我真正拢听袂入去啦。后摆哦，久来吼，伊逐个月拢来剃头啦。吼。啊，久来哦，我看到伊哦，我毋知是安怎，我就足歹忍耐啦。是。啊，对伊哦，拢我比较是安尼啦，啊，就情绪哦反应就足歹啦。是。变做脾气较无好。所以口气就无遐尔好。口气拢甲伊抗拒啦。吼。等时间一直过吼，啊，我生意是愈做愈好啦。哦，生意愈做愈好。嘿，后阵啊，店开几6间，啊，搁去外县市。哦，搁走去外县市。啊，一直做到尾啊，生意好啊，我怎啊，有趁有钱啊啦。是。啊，我想讲该当孝顺啊。哦，啊，有年岁啊。是。哦，等到113年。2月。民国113年的2月。是。啊，我去台南，太太的节啊，甲亲嘛遐拜年啊。啊，毋着算过年的时阵。过年的时阵对。是。啊，去拜年的时间哦，啊，阵啊，
第二天尔，我就感觉讲喘气真困难呢。哦，喘较袂起来呢。袂起来，按时啊，伫倒的吼，倒平平吼，倒平平，啊就小可仔拢袂喘呢。哦，安尼真严重哦。啊就起倒病呢。是。哦，啊佫较歹。哦，起一病嘛袂使，起倒病较歹。起这病嘛袂使，啊奇怪啊，我就落楼梯到1楼，我住2楼嘛，啊怎啊落楼梯到1楼，迄个碰椅遐坐者安尼，啊坐下在困吼，就拢袂安尼气哦，拢会通啊，啊倒拢袂通啊，啊第2天哦，啊太太。看安尼毋是办法咯，看毋顺讲去病院检查，怎啊介绍我去迄个阿叔啊，怎啊介绍我去台南病院啦。哦。检查出来讲是迄个狭心症。哦，狭心症。啊，就是一般的人讲心肌梗塞啊。心肌梗塞，我真危险哦。啊，介危险。啊，医生讲哦，有3条血管啦。哦，啊，其中1条哦是安尼70%。塌70%。另外1条哦，塌掉的80%，啊，佫1条是全部拢塌掉的。哦，安尼真严重哦。啊，因估计讲差不多是生存的迄个生命生存的条件，剩40%尔。哦，所以，哦，真危险。安尼真危险。讲甲我推荐，讲着爱1礼拜以来吼，哦爱开刀，哦，只爱开刀，无生命危险。对。我听了到底哦，我讲若伫台南哦，啊算讲我的厝拢伫台北，拢伫台北。我怎啊搁电工，啊无我转来台北。台北，看来开刀。朋友甲我介绍讲振兴医院是。心脏的权威，咱台湾心脏开刀的权威拢伫北部。我嘛想讲，啊，既然若心脏权威，我就来迄个振兴医院开刀。啊，主要是对台南坐高铁，到台北高铁站的时阵哦，我已经袂起啊啦。哦，安尼危险的。啊，阵啊2天哦，塞一个轮椅互我，互你坐。啊，坐轮椅，啊，塞到客运车顶安尼。哦。啊，一直坐车到迄个振兴医院。所以计程车一坐，就甲讲，咱要来振兴医院。振兴医院直接住院啊啦。哦，直接住院啊。来到振兴哦，就检查。哦，检查身体啊，这个时间哦，是感谢迄个石牌啊，甲田埔的迄个中级负责人，对，长师负责人，迄个师傅安传道，师傅安传道，甲迄个执事，带执事来搞祈祷，来祈祷啊，所以毋着迄当时伫路啊。你太太就敲电话互教会啊，对，啊，选就知影讲安尼做危险的吼。啊，因也无去嫌啦，无想讲啊，我也无信教吼，嘛是安尼甲我帮忙啦。安尼啊，我迄当阵哦，足感动的啦。是。哦，我就讲心内想讲哦，我若真正好去哦。哦，我一定爱去教会啦。吼，因为伊含咱无亲无故。嘿，对。啊，但是让咱听太太安尼讲，伊就为咱祈祷，啊，搁来病院甲咱探访。啊，全工来到病院啦。吼，所以互你有感动。哎，我有感动着。是。啊，安尼。所以你暗就落迄个决心，准来会使，我要含太太做伙来教会。哈，下定决心。吼。啊，结果，等到加开工啊，嘿，啊太太。得到消息讲，迄个振兴医院1楼有一个音乐布道会啦。哦，就是因有一寡兄弟姊妹会去啊演奏这个音乐，互这个伫病院大的这个人吼来听，互因心情较开朗。对，是。啊，他来讲邀请我做伙来听啦。哦，安尼。是。啊，其实讲哦，我对音乐啊。无啥兴趣啦，无兴趣，无啥兴趣。啊，不过看太太好意，我歹势啦。是。我讲好啦，啊，就反正住病院也无啥代志啊，就落去听好啦。啊，这阵啊坐轮椅落去啦。落去的时阵哦，啊，就3台啦，拢总3支迄个乐器啦。哦。
乐器拢总三个，一个是小提琴，一个小提琴，一个大提琴，哦，一个大提琴啦。哦，三种乐器，三种乐器啊，音乐走落来的时阵哦，我就开始哭到，啊，毋知是安怎哭到安尼，等啊音乐拢结束啊，我才定去。哦，我阵啊太太刹轮椅，甲我刹去楼顶的时阵，我就甲太太讲，我讲，啊，我活到70岁啊，我毋捌安尼啦。吼，毋捌安尼听到音乐啊，直直流目屎。我毋捌安尼受感动，音乐遮感动，吼。吼，啊，我讲我真正是白活啦。嘿，活到遮济岁啊，我毋捌讲遮感动的啦。吼，你感觉是白活了70岁安尼吼？我是讲，啊，我的人哦，即个情形哦，连我家己都无熟悉家己啊。吼，你都毋捌家己啥会安尼吼？嘿，我毋捌。嘿。啊，结果太太甲我讲是主要所在安慰我，哦，在感动我。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你才会安尼直流目屎。啊，并且你安尼过程，所以互你感觉我即日来，我拢毋捌我家己会啥会安尼。啊，我认为小可有莫名其妙安尼啊，我袂安尼的人啊。嘿，你是做公共的人吼，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吼，大风大影拢见过的人，啊，若会听到这乐器。三种的乐器，马铃鼓啊、大提琴啊、钢琴，嘛无讲做特别的啊。嘿，啊，结果当我去哩楼顶以后，嘿，安尼，入去病房了，嘿，病房，我就甲太太讲，我讲哇，啊，太太甲我讲是主要所安慰我。是，主要所安慰你。嘿，啊，我这个时间哦，拄好啊，迄个师傅还传到甲执事。洪执事啦，吼，杨执事啊，因过来甲我看。哦，是。看的时阵，嘛是替我祈祷啦。嘿嘿。安尼。是。啊，结果我的心情哦，迄当阵算讲医生已经检查出来讲爱开刀，开刀的过程哦，可能爱因为我有迄个糖尿病啦。哦，你本身有糖尿病这个病史吼。啊，可能会去换迄个心脏的瓣膜。哦，换瓣膜。啊，开刀的过程哦，可能是爱用叶克膜。哦，爱用叶克膜。安尼表示有生命危险。有危险。啊，搁有可能哦，爱洗药剂。哦，啊，洗药剂迄度做辛苦的哦。嘿。哦，啊。叫我心理要有准备啦。哦，安尼讲起来，这个手术真正真危险啦。嘿，好，啊，佮我讲安怎讲，可能会中风啦。哦，啊，中风安尼就。嘿，但是我看你即摆拢好好啊。啊，因为医生甲我讲安尼啦，甲阮太太讲安尼，吼，讲医生迄天来病房的时阵甲我讲你查某囝啦，嘿，哦，啊，该当安怎就安怎。面对现实啦，吼，医生甲你讲你是查甫囡仔，吼，你是男子汉，吼，啊，所以你面对现实，啊，有啥物代志哦，该当爱甲囡仔厝里的人交代啊，做一该交代啊。安尼敢若要讲语言的吼，我听伊在讲安尼，我听了哦，心肝头啊磕一下安尼，是诶，要叫我立语言哦，嘿，安尼是，啊，就那。医生佫叫太太甲囡仔去讲，即个手术介危险，哦，惊讲哦，时间上哦无法度掌控啦。是。哦，到时哦开刀一半哦，爱用啥物增加啥物物件吼，啊，可能无时间通知家迄个厝人的人，安尼叫我太太签名啦，讲授权互伊啦。哦，准啊！伫手术过程当中发生啥物紧急的代志，就马上急救，免搁家属同意他来做。是，啊，结果太太就授权互伊啊啦。是，安尼，我就想讲啊，可能即届歹啊。歹啊，无望啊啦，吼。是，安尼啦。啊，结果啊，生活头嘛是安尼，足紧张的啦。啊，失传到搁带人来。哦，失传到带人来啊！手术进前，搁带人来，替我祈祷啦。迄当阵哦，
祈祷了尔，我念面就感觉讲袂紧张啊。哦，足坚定的。足奇妙。嘿，我就甲他来讲，我讲，若即届哦，真正，我讲开刀了，还佫有即条命，我讲我绝对哦遵守承诺，我一定对你去到的。哦，感谢主，这个变化是180度的转变呢。啊，算讲我知影，家己心内拢知影。是。哦，即条命是主要所互咱的。若解救的机会哦，无大啦。是。嘿，若真正我绝对毋是靠医生靠我有才调的啦。是是。嘿，因咱真清楚了解。嘿。吼。啊，结果等下开刀迄工的时阵哦，我就叫太太咧甲我教的。吼。教讲哦，要安怎祈祷。吼。太太千交代万交代。手术的时候一定要祈祷。祈祷头一句话，先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吼，奉主耶稣圣名祈祷。吼，一定爱讲安尼。是。啊，内容我就甲太太讲，我讲我内容要讲啥？伊讲太太甲我讲，你若想安怎，是真正你有需要的，拢会使甲主耶稣求。吼，安尼，我阵啊实实在在甲主耶稣求。我讲我毋是介惊疼的人，是啊，毋过请毋好互我介疼。吼，哦，我的孙仔才6个月大尔。吼，哦。留一寡时间互我，甲伊陪伴。是。哦，啊，若真正开刀，我无法度顺利出院。是。哦，请主耶稣照顾我的家人，甲囡仔。是。哦，互因幸福健康。所以你无甲主耶稣求讲一定爱顺利，但是求神的这个照着耶旨意安尼来成全。是。吼，啊嘛是你嘛是想着家。吼，厝内面人的未来，吼，求神互伊会当安尼幸福美满安尼来大汉，吼。啊，太太有甲我交代讲，你祈祷了啊，一定你爱结束的时候，一定爱讲阿门。哦，是，阿门就是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心心实意，吼，咱用心灵甲心心来敬拜神的。算讲这祈祷的内容，拢是我的真正心意。我怎啊祈祷了，我就讲阿门啦。吼。安尼是啊，我嘛无想讲抱希望啦，嘿，哦，啊求一个心安的安尼尔啦，嘿，较知影讲开刀的过程等啊入去的时阵，我都祈祷了以后，差不多20-30秒，我就迄个氧气就起来啊。起来我就毋知影人啊。吼，应该讲你祈祷煞了20-30秒钟，伊就甲你服迄个麻醉药。麻醉药对。吼，迄麻醉药，互你吸落了，你都毋知人去啊。是。吼。啊，等啊，我知影人的时阵哦，嘿，我看我的骹底遮，啊，搁倒手柄遮哦，有差不多4个至5个穿医生袍的，迄个。医护人员哦，穿手术服的，手术衫的医护人员，因头拢戴帽啊，绿色帽啊，口罩，因迄拢无菌的，迄拢无细菌的，啊，搁穿迄个医生袍安尼啦，嘿，有4个，4个至5个，啊，我搁看这手车，有一个差不多200公分的迄个外国人，啊，外国人来走去内面来，啊，搁。拢无穿迄个医护袍，哦，拢无穿医护袍，帽子拢无，嘛无戴口安，啊嘛无戴帽啊，拢无。啊，我有看到伊的喙鬚差不多3-4公分长度，啊头毛介长，啊穿一个白色的袍，穿白色的衫，搁一个迄个土黄色的衫哦，安尼斜披粗粗安尼。哦，啊我看伊安尼徛伫遐，我是讲奇怪啊。即个外国医生是安怎，拢无穿即个袍安尼会当入来啦。是安尼啦。啊，等我若拄仔咧想的时阵哦，迄主治医师就甲我讲啊，讲刀已经开好啊，开了介好，哦，已经完成啊。哦，你即马哦会使紧困一下啊。等下较等的哦，可能麻醉哦。过去以后，你就会疼吼，安尼，我讲好啦，安尼，我看正病，即外国人就无去啊。哦，
啊，所以啊，即马戏团安尼事后来回想啊，迄应该是主耶稣。我本来是想讲啊，这是外国医生。到尾啊，等于我搁看无去的时阵，我就感觉怪怪啊。我讲足明显的，是伊啥物人我毋敢讲出来，啊，毋过我心内已经有底啊啦。有底啊。我讲啊，到尾啊，我出来时，我就甲阮太太讲，阮太太甲我见面的时阵，我就讲，我想袂到讲我佫会活的啦。好，你想袂到讲你佫会活咧，手术这尔顺利。我100%确定，我这条命是主耶稣救的。好，因为迄个外国医生其实迄就是主耶稣。徛伫遐。是。安尼，我这世人做生意也好，做人也好，你若要叫我做一个代志，我一定爱要求你讲一个道理给我听。这道理我完全采信。我信服的话，我才会想要来。我才会去听。是。啊，你若讲无理，我就不爱插你啊。我从来想袂到讲主耶稣出现，完全拢无讲半字，我就完全顺服啊，就信服神啊啦。我从来想袂到讲到尾啊，我咧想就是讲主耶稣连这我的心理拢知影。是。你明明就爱讲道理的人，我即马就是拢无讲一句话，看你会听我的话袂？安尼，我真正听伊的话啊。感谢主，我顺服啊。是。安尼。是。以早认为讲顺服是一种闹亏的代志，无民主。是。即马顺服主要说，我认为是一种快乐。是种快乐所应要的代志。较毋免担物件啦，是无重量啊啦，因为一切拢交托互主耶稣，咱就家己免排当。甲我以早的想法咯，拢无共啊。我第二天开刀了，第二天还未出院的时阵哦，是，我就会使坐碰椅看电视啊。差济哦。阮查某囝，阮查某囝来看我的时阵，讲爸爸，人拢倒伫门床咧哀，你是安怎坐伫碰椅咧看电视，你袂听？我袂呢。好，感谢主。我即个开刀的过程，瓣膜毋免换。毋免换，所以表示心脏的功能还可以使。拢用原装的。原装的上好。叶克膜无使用到。无使用到，因为事后医生甲你讲无使用到。药剂。无洗，免洗，无洗，中风无发生，安尼，敢若做一个绕道，做一个外环道，我即摆身体喘气各方面拢真正常，比正常搁较正常，感谢主啦，感谢主，即摆深深的感觉讲有主的我靠真正是快乐的，是。所以你安尼人生用讲是180度的转变呢。是。对，一开始敢若相信家己，相信无神，虽然丈母太太拢直直要传福音互你，甚至你嘛经历过生死的迄个足重大的这个车祸，经历生死的过程，但是你感觉迄上好嘛？绝对毋是因基督的这个缘故，但是因为互你拄到另外这个问题了，你也知影讲，这教会这兄弟姊妹无含我无亲无故，原来因为我基督，这款的爱是会感动人哦。是。并且主耶稣无甲你讲话亲自安尼显现互你看，就互你会当来信服。是。所以互你会足感动的安尼哦。是。所以。过来，你就准备讲安尼，就想要来进入教会来接受洗礼吼。等我若出院的时阵拄好我住6楼，2楼就是迄教会迄个祈祷所。遮奇妙哦。我从来毋捌踏入去。毋捌踏入去2楼祈祷所。毋捌。我出院以后，我主动来到祈祷所聚会。感谢主。即个过程就做伙祈祷，等于事搁祈祷，
哦，迄当阵我行路100公尺，爱歇3届。哦，因为手术了，心脏较无力，所以虽然短100公尺的距离，爱歇3摆，嘿，拢无体力，拢无体力。杨承恩执事有甲我讲，复健嘛是一条哦，足困难的路，足艰苦的路。虽然手术成功，但是你也复健无好。吼嘛，无一定恢复甲真好啊。吼，你爱不时哦祈祷。哦，所以爱靠神吼，不时祈祷。安尼，我就记着迄个承恩执事讲的话，我就祈祷。感谢。甲主要说祈祷，求讲哦，我100公尺的路爱歇3届，甲死人无共款，有啥物无共款？嘿，吼，甲死人共款啊。嘿啦。我讲求主要说哦，互我决心，互我力量，哦，会当哦，上起码哦，行3公里、5公里的路。哦，行3公里、5公里。哦，算讲哦，我开刀进前哦，我身体好好的时阵哦，我行5、6公里无问题啦。无问题。嘿，我想要照安尼。甲主要所求。求，嘿，我求的拢真的啦。是。哦，啊，结果过差不多20几天，较无1个月，我真正一口气会使行到5公里啊！无甲1个月，无甲1个月，安尼恢复遮紧，我就行到。哦，感谢主咧！我认为讲哦，主的牵线哦、指引哦，较看顾啦，是真正。所以咱家己嘛认真复健，啊加上主耶稣的这个祝福甲帮助。所以也未1个月，咱就会当行5公里。无1个月。本来行100公尺，爱歇3届。啊，即摆会当行5公里。无1个月我就达成啊！主要说力量互我。这嘛等于是新家呢。是。吼，你讲一个，你开迄个天遐重大的手术的人，吼，无甲1个月，当复原甲咧行5公里。是。啊，我就生活伫快乐中啊。是。啊，我就继续。伫咧祈祷所聚会，啊，我开始聚会，到我今仔日，我会使真快乐的讲一句话，就是讲，该当爱聚会，喜乐团契，拜六的安息日，安息日的聚会，我全部拢参加。哦，感谢主。所以喜乐团契的聚会你也参加，安息日规工的聚会你也拢参加。伫这个过程中哦，享受到聚会的快乐，享受到这个聚会这款的快乐，安尼前后毋就差不多半冬还是1冬，你较接受要来接受洗礼？差不多半年。哦，半年半年的时阵哦，三支基督教家讲我你来要洗礼无？我讲若要洗礼哦，我可能爱去迄个教拜教会。伊讲伊在问我情形，什么原因？什么情形？我甲讲哦，我讲39年前39年前，差不多民国74、5年的时阵哦，石牌教会吴执事，在甲我传福音的时阵哦，我拢听袂入去啦。迄当时就至少你头见证讲29岁、30岁发生车祸，迄个时阵，吴执事来甲你传福音。我迄当阵哦，上困难的时阵，人生上困难的时阵，吴执事来甲你传福音，我拢听袂落，拢听袂落，佫不时咧甲吐槽，甚至伊拢对我真忍耐，真忍耐吼。既然我今仔来到教会啊，我要洗礼啊，是这下面分享这个喜悦吼。伊伫啥物教会聚会，我就去啥物所在洗礼，我下面分享这个快乐互伊安尼吼。要害一寡公平啦，公平。你讲安尼39冬哦，39冬。你敢若福音的经济安尼较慢不个吼。像要洗礼进前，我就去石牌教会聚会，我甲讲，我讲，吴执事啊，这个批哦。你寄39年，我接着啊，接着啊，所以这是属灵的批啦，是，属灵的批啊，要引带你来信主的批，但是当时用讲，咱咧当时的心还未拍开，心地还阁是真打扫、真强硬，对，所以经济说补袂起来，但是经历这个过程当中，神互咱的心为这个石头心，变做肉心。所以变做这个土就变做真好的土吧。
啊，所以你头路也讲吼啊，咱哩去这方配件要39担吼，即摆终于行到啊吼。啊，有这些嘛是足欢喜的啦，一定足欢喜的，足感动的吼。足感动的，安尼顺利啊，洗礼啊，有只是86岁啊。我已经86岁啊，即马87。哦，即马87。哦，86岁的时阵哦，佮专工去迄个洗礼场，甲你看，甲你分享你的快乐。对。啊，我嘛是安尼，心内哦，有那敢若是解脱啊啦，真感动啊！对我这事较袂歹势啊啦。是，啊，但是因为就是咱进前道理无遐尔清楚嘛，啊，即咱道理清楚啊嘛，吼，啊，但是这就是主要所开启咱的心，啊嘛是，吼，咱知影讲咱传福音，吼，咱要接受福音，拢有神的这个时效，吼，啊嘛是，你嘛是愿意顺服。吼，你愿意顺服，啊，神的引导就临到你的身上啊咧，吼。所以杨兄弟吼，啊，你有啥物话要向咱遮的听众朋友来甲因劝勉，还是甲因考劝，还是甲因建议的无？哦，啊，我即世人吼，我总认为讲哦，我人哦，较有信心的人啦。是。哦，我也袂去安尼工巧，我袂啦。是。啊，笨蛋我也袂啦。嘿。吼，我认为讲哦。当其时还未信主进前哦，我真正想讲哦，靠家己就会使啊。是。哦，啊，包括我29岁发生车祸的时阵哦，我嘛无认为是太太甲丈母娘祈祷来的啦，安尼。啊，等到113年过年的时阵哦，心脏出问题。我才知影靠家己是无办法的。是无办法。我足无助的啦。是。我需要哦超过人的力量啦，是，来互我。啊，迄当阵哦，加在有石牌教会迄个传道执事来病院甲我祈祷，互我心情平静。哦，啊，开刀的时阵哦，我看到耶稣，是主耶稣亲自来甲你安慰。我信心就有啊啦，我知影这条命还阁留藏的嘛。是，还袂处理掉啦，是。主要说若出面咯，什么话拢吐吐。是，安尼。啊，我伫遮就是讲遮话，就是即马还袂信主的人，哦，听到我的见解，加减参考者。感谢主。哦，我讲的全部拢实在话。当然。哦，是。无半点白话。嘿。拢无，哦，我希望讲哦，将来会当伫迄真耶稣教会内底吼，大家上见面。是，啊，佫要紧诶，将来到天国，大家会当做伙到底，吼，迄是上欢喜诶代志。嘿，啊无吼，即马若无来教会信主哦，实在足无彩。足无彩，是。啊，即条路门是甲你拍开诶啦，要入来毋入来，迄是靠家己啦，安尼。才期待讲，大家将来做姊妹啊，做兄弟啊，安尼去教会见面，安尼。感谢主，我嘛感谢杨兄弟吼来接受喜团的这个采访。啊，对于他多杨兄弟的生命见证当中，咱会感觉伊是一个做真性情的一个人哦。吼，伊讲教做教，吼啊，并且无爱讲虚假，吼白贼话。伫伊个生命过程当中。当然，做一个机会，神要来引带伊，互伊来认捌伊。啊，但是咱知影这过程有时有这个时效，吼啊，所以为5节事安尼传福音，互伊啊，教伊来信主，吼安尼经过39天的这个时间，吼啊准啊为伊来结婚，吼啊，互因丈夫吼太太安尼传福音，互伊。啊，叫咱加落超要45天哦，吼！啊，所以伫这过程当中，咱知影一切拢有主要所美好的这个引带甲带领，所以嘛，希望咱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会当将这个见证吼放在心中，啊，好好咯来思想咱生命的这个问题。
即马就由戏团来带领咱向天顶的精神来献上咱的祈祷，咱请做伙额头闭目，同心灭祷，洪水耶稣性命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带领戏团的脚步，今日会当来到三芝这个地区来采访杨兄弟，杨兄弟以美好的这个见证，要来见证你的这个荣耀。主啊，阮人生伫这个过程当中，通常阮拢会感觉我靠家己的力量，就会当来解决一切的问题。家己也无拍拼，哪有美好的这个人生呢？所以毋知影讲，除了家己拍拼以外，神的这个保守甲看顾更加要紧。对杨兄弟生命见证当中，互阮听到伊生命当中有拄着几摆。生命的这个大问题，包括发生着严重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车祸，但是主耶稣，你拢来保留伊的这个生命，甚至三间大间的病院的这个主治医生，拢来建议讲伊的正脚因为发生严重的车祸，爱甲伊锯掉，但是嘛，因着适时的一个医生的这个建议。可以当安尼来保留落来，过了一冬以后，竟然得到真好势的这个医疗，所以即马伊安尼规身躯拢真完整，嘛会当来为你来做美好的这个见证。主啊，透过杨兄弟的这个见证，互阮知影，阮人生当中一寡代志，毋是我靠家己的力量，就法度来处理的。亲像你伫圣经当中甲阮讲的，伫人无法度的，伫神凡事拢会当。恳求主耶稣基督，你来带领阮伫空中遮所有好朋友，可以当就近，因为听到杨兄弟美好的见证，会当到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查考，来认捌你，来找到这条又个新又个活的道路。嘛，对杨兄弟伊的人生180度的这个转变，对无神论正教真正有神，并且来接受洗礼。在这个过程当中，互阮知影你是伟大的真神，只会当倚靠你，阮才会当得到方向，得到力量，并且阮将来阁要因为倚靠你，要来到天国享受永远的福乐。阮伫今日节目要完成进前，安尼献上阮的感谢，阮的懊恼，甲阮的祈求，恳求主你来垂听愿纳，哈利路亚，阿门，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的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伫遮要来完成了。如果你对今日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感动，有啥物要分享的，或者有啥物疑问呢，拢会当伫留言区来和阮分享问问题哦。嘛会当分享这个节目，互你的亲戚朋友哦。嘛非常欢迎你到厝边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做伙查考真理。愿天顶的真神所赐予你，使你平安喜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一摆空中再会。最后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
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